Sally 同 Joe 係相識好耐嘅朋友。Sally 多年嚟發現 Joe 10次有1次唔誠實，有時候佢只不過講錯咗，但有時候佢就喺度講大話。無論如何，最後有10%嘅信息係錯誤嘅。有一日 ，Joe 話俾 Sally 聽，佢擲銀仔嘅時候擲咗公嗰一面。Sally 應唔應該相信佢呢？有2種可能性。第一， Joe 喺度講大話，可能性有10%。第二，銀仔確實係公嗰面向上，可能性有50%。由於 Joe 講大話嘅機率較細，所以 Sally 應該去相信 Joe。咁如果 Joe 話俾 Sally 聽，佢擲咗銀仔10次，而次次都係公嗰面嘅話， Sally 今次應唔應該相信佢呢？與其用直覺去到判斷，不如揾個準確嘅答案啦。Joe 講大話嘅可能性仍然係10%，但係銀仔做到 Joe 所講嘅咁樣嘅可能性呢，就降到0.1%啦。Joe 講大話嘅機率大過硬幣連續10次公向上嘅機率，所以 Sally 唔應該相信佢。故事嘅結論，冇人哋講咩都信啊！尤其係當呢個人講大話嘅機率大過佢所表述嗰件事嘅機率。大家可能聽過超乎常理嘅主張需要超乎常理嘅證據，宗教群體對呢個嚟講就最清楚不過啦。諗下，如果我話俾你哋聽，我個朋友 Bob 係神嘅兒子，咁絕對算係超乎常理嘅主張，你都唔應該會相信我啦。咁如果我話俾你聽， Bob 琴晚喺 party 入邊將水壺入邊嘅水變成咗紅酒喎，你會更加懷疑，因為呢個同樣係超乎常理嘅主張。神蹟係3大西方宗教嘅基礎，佢哋以此去到支持自己嘅超自然信念。猶太教同埋舊約聖經充斥住有關大洪水啊、人住喺個魚嘅肚入邊啊、識講嘢嘅動物等等呢啲故事。基督教同埋新約聖經亦都充斥住處女生仔、水變紅酒、死後復生等等嘅故事。而伊斯蘭教就有先知騎住有翼嘅馬升天。為自己嘅信仰說教嘅人就鍾意用神蹟作為推銷嘅手段，因為冇咗神蹟嘅話，佢哋只不過係痴人說夢。問題係，你究竟應唔應該相信神蹟呢？一般嘅神蹟嘅定義係一件需要超自然嘅干預先至可以發生嘅事。根據呢一種定義，神蹟確實係證明神嘅證據，但我事先聲明，麵包上面出現聖母嘅樣唔係神蹟嚟㗎，癌症病人病情舒緩亦都唔係神蹟，球隊排除萬難贏得比賽就更加唔係神蹟。因為呢啲事都有自然嘅解釋，而且佢不時都會發生。一項神蹟根據定義就係最冇可能發生嘅嗰一種解釋，因為佢係超乎自然定律嘅。咁就帶嚟咗個問題啦。街邊某個人，又或者你屋企周邊嘅教會，聲稱喺好耐以前發生過神蹟，你應唔應該去相信呢？我哋姑且假設呢個人，又或者呢本書嘅作者並唔係為咗任何政治、金錢又或者個人原因去特登呃你嘅，佢哋亦都自己真正完全相信自己所講嘅一切。但我仍然係唔應該相信。因為神蹟發生嘅機會係細到幾乎係0，而更有可能嘅係佢有自然發生嘅解釋。佢只不過可能係人為錯誤，無論係視覺錯覺，又或者俾人呃，又或者睇到好真實嘅幻覺。以上嘅可能性永遠都高過超自然嘅解釋。只要用邏輯諗一諗，你好快就會意識到一切神蹟嘅主張，我哋都唔應該認真咁樣去看待。就算你個人堅信有神蹟發生，都仲係更有可能你搞錯咗。我並唔係話神蹟唔會發生喎，我亦都冇話上帝係唔存在嘅喎。我只不過喺度話，通過邏輯，我哋唔應該去相信人哋所聲稱嘅神蹟。咁喺失去咗神蹟呢個基礎之後，3大宗教仲剩低啲乜嘢呢？